后来继续来看太鲁阁摆马事故，带走着49条的人命，有200外个人受伤。事故发生了后，真侪民众爱心来捐款，卫福部总共是募到超过10亿的善款。要安怎来运用这条钱，外界是真关心。花莲县政府伫15号把捐款的数户关掉了后，总共是募到1490多万。今仔日开记者会来讲明这条善款的用途。太鲁阁事故造成49个家庭破碎，代志发生了，真侪人捐钱。花莲县府总共得到1490多万，不过要安怎用这条钱？有针对于花莲县罹难者11名，1位给予100万，第2级重伤的部分有2名，每1名是47万，而这个3、4级中伤的部分有15名，每1位是14万。5、6级的部分，花莲县0人。另外一条钱搁较济，卫福部总共得到超过10亿。一开始讲，敢若1/3会用伫罹难者的家属，引起外界争议。卫福部长陈时中出面赔会，讲罹难者每一个人会得到1500万，其中1亿2000多万会用伫教育的补助，伤者每一个人会得到10万到700万。看到事故发生的乘客，每一个人嘛拢有1万块。善款到底要安怎用？爱公开透明，互各界和罹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。